Hello，歡迎嚟到瞓潮睇一節目，我係阿 Colin 潮哥。而家我哋嚟到中山神灣睇一個筍品軟型焚花梨。講到神灣，唔知香港街坊有冇食過神灣菠蘿呢？冇錯，就係成個中山最叻最好食嘅菠蘿之鄉，就係呢度神灣。講到神灣，神灣係中山南部嘅位置，左邊黐住我哋珠海島門，右邊黐住我哋深鄉同埋我哋坦洲。軟型焚花梨開發商咧係軟型集團香港上市嘅煙企嚟嘅，咁多年嚟喺香港街坊之中嘅口碑係非常唔錯嘅。目前嘅有2000戶一個香港街坊喺呢邊居住嘅，喺香港街坊過嚟中山呢度置業最高比例一個社區之一，有非常良好嘅香港街坊社區居住環境啦，背靠家具山啦，依山傍水，非常適合嘅宜居宜養老嘅物業之一。我哋過去睇下先啦。我哋最關心係返香港嘅時間啦，呢個唔使你擔心嘅，門口有直通巴士返香港嘅，個零鐘咧到香港太子荃灣啦，門口仲有公交水腦站多條公交路線嘅到我哋中山市區同埋珠海市區啦，25分鐘咧佢到達港珠澳大橋澳門關口啦，10零分鐘咧佢一街超市咯，25分鐘到珠海三寶超市咯。到神灣中心街市係10分鐘左右啦，到我哋神灣醫院咧係15分鐘左右咯。門口咧仲有9年一站式嘅優質學校啦，背靠家具山、生態公園，每日佢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嘅，衣食住行呢個你都唔使擔心嘅。呢個樓盤咧佔地38.2萬平方嘅，分6期開發嘅，而家賣緊係3期咯。我哋樓盤自帶1.5平方嘅一個新入體，16萬平方嘅健康園林設計咯，有社區游泳池啊、健身房啊、社區醫院都有嘅，呢個唔使你擔心，配套樣樣齊全嘅。而家賣緊係6期嘅54棟咯、56棟咯、57棟咯，後型嘅有79方到119方，有2房、3房、4房。我哋事不宜遲，過去用房間睇睇啦。上到我哋54棟用品間啦，54棟做咗2梯4戶嘅，每個戶型都有正數面積10戶花園啦，10戶花園係正數比例嘅。而家睇嘅係119方4房2廳2衛，入嚟呢邊有個電子鎖，仲有我哋防火門，交樓標準嚟嘅。呢邊做咗一個家具設計，同樣做咗一個開放式一個廚房設計。呢邊佢做一個湯門啊，到時係交樓標準嚟嘅。我哋客廳餐廳係南北對路一體化嘅雙露台嘅。我哋呢邊嘅一個餐廳啦，8個人喺呢邊食飯 OK 嘅，比較寬闊啲。睇翻我哋呢邊一個生活露台啦，生活露台佢睇翻無限一線嘅一個田園風景，下面係脆肉鯇嘅養殖地。香港街坊想食脆肉鯇，佢落去買一條比較新鮮啲嘅。再睇翻我哋呢邊嘅一個客廳啦，客廳比較寬闊啦。你立戚個人嘅呢邊坐都 OK 嘅。再睇翻陽台啦，陽台你唔係我哋呢邊嘅，陽台睇翻出去係一個別墅景啦，就係1期嘅別墅景嘅1期嘅，上面係2期，下面係園林啦，小區園林成個小區都睇翻晒啦，比較舒服啲嘅。隔離仲有田園嘅一個風景啦，隔離仲有家具山一個依山傍水，下面有湖景嘅。落班之後喺坐喺呢度食杯咖啡，睇下風景，非常 OK 嘅。再睇翻休息區啦，過嚟休息區呢邊咧，仲有做咗一個更濕分離一個崗位啦。我哋咁樣嘅肥仔喺呢邊沖涼嘅，唔使逼嚟逼去，比較康復啲嘅。再睇翻呢個兒童房，兒童房呢邊咧做咗一個1.5米嘅一個泉啦，1.5米嘅三邊六角都冇問題嘅。露台呢邊佢望向同露台一樣嘅一個田園風景，養殖地都 OK 嘅。呢邊做一個衣櫃啦，衣櫃方方正正非常大，佢做翻落去啦。但睇翻呢邊咧係2個房啊，而家打通咗啦，打通咗一個書房同埋休息區。我哋落班之後咧過嚟睇翻書啊，或者係休息區呢邊咧聽下有哋 music 都 OK 嘅。再睇翻我哋呢邊嘅一個主廚房啦，主廚房呢邊做咗一個衣櫃嘅設計，仲有我哋梳妝台啦，我哋呢邊梳妝、化下妝都 OK 嘅。我哋更新翻嚟一個洗手間啦，同樣呢邊咁樣嘅肥仔喺呢邊沖涼都 OK 嘅。呢個衣櫃風水嚟講咧係一個屏風嚟嘅，
佢係等住我哋洗手間呢個門嘅位置比較 OK 嘅。仲有我哋煮完飯比較康闊啦，1.8米存放落去身邊度計都 OK 嘅。再睇翻呢個臭地啊，落地針睇翻出係一線無敵嘅一個田園風景啊！哇，真係好靚，但係冇錢我都想買啊！呢個單位而家咧係3萬蚊，可以上車啦，仲送埋產權車位咯，全屋嘅家私家電咯。如果你中意嘅話，歡迎評論區留言私信，話聲 call 我啦。記得點讚關注哦。